那继续来看这个国健署来公布着台湾人啉酒的状况。讲国内成年的民众总计有5成6捌啉过酒。上爱啉酒的县市，第1名基隆，第2名台东，第3名台北。上少啉酒的县市是澎湖。为什么基隆人特别爱啉酒呢？第一，这个超商不止啊多，真好买酒。第二，基隆是海港，这个货船的工人啦、走船人较多，拢迄个惯势，要来就港进前会来先吸一杯啊。第三，这个基隆本时都落着绵绵啊雨，啉酒解忧愁。食饭时啉2杯啊，气氛会加真热。国健署嘛公布最新的个人啉酒的调查，排名第1的是基隆市69.8%，过来是台东县69%，台北市66.7%，新北市是62%。若新竹市是50.6%。敢讲这县市人特别爱啉，其实有伊个原因。基隆本身像我们讲都是在海港，那海港地区的话，可能它的工作的一个性质来讲的话，大概比较多的就需要劳力的付出，所以他大部分喝酒的一个状态，可能是为了提神。有人讲是酒解忧愁，有人讲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其实甲在地人口的结构行存的有关系。是讲这摆新竹是增加上济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他可能平常工作就累积压力大，然后在下了班之后也无力再从事一些我们讲健康的行为的时候，很可能就会靠着酒来抒压。不少人拢有工作压力伤大，想要啉酒放松心情，也是较好困。医生提醒讲，啉一撮不要紧，要不千万唔通过量。你若发现讲酒若愈啉愈济，无啉酒会出来时，安尼就要赶紧去找医生。消脱压力，酒精唔是唯一的办法，上好找适合的放松方式。